情意哦。讲暗恋一个人的故事，但是只会想到他，不知道怎么开口，会睡不着，睡不着这样子。对，这样的心情写照，你有吗？你有过吗？没有，啊，真的假的？我都是让人家睡不着的那个啊。送郎送到离天。刚有看到生命歌吗？接力赛跑一样有压中哎。老嘢打你腿，老嘢用下來。哦，緊張，出去，今日呢積分賽倒數天一禮拜了哈。哎呀，冇錯。而且呢，再過幾天呢，就係我哋浪漫的七夕情人節咯。人哋補娘還有咧過情人節。雖然係你的補娘吼，還希望弄懂浪漫，永遠沉浸在那種浪漫的那種生活的氛圍。真的要假哎，按後面。節目上講講而已。看大擺落嘅時間跟面粗粗。耶，懂一年啊！好啦，今日夾真下嘅比賽哈，因為剩倒數天一禮拜嘛。對。相信呢參賽朋友要非常的緊張。好啦，結束評審時間。感謝欣賞，起這裡欣賞，起這裡欣賞，落這裡欣賞。這位老師，哎，我告訴你啊，好，來他現在這個動作要換了，是不是？已經落伍了。那你比一個給我看。哦，真緊哦。哎呦，現在韓你不是你在比這個，你的哎方向是要到底要設定在哪裡？不一定啊。嗯，他意思是說我把你框在這個裡面。哦，現在愛已經是落伍了，現在只有哲偉老師在做。對，我很堅持。哎，所以我們攝影師都很流行哦。哎呦，今天你有喜事哎，那你4位評審老師其中之一。哦，怎樣？有帶來他的新作品。哦，誰呀？黑眼人許世惠老師。雖然他安之先要睇下。你又出片啦？啊？哎，可是你好像還蠻常出片的哈。那沒有啦，冇啦。常常看你出片，然後常常看你上來打歌。真係，都唱緊你啊！剛才幾兩嘅呢？冇啊，要嘗試帶他去加布卡年來咪。好，帶去加哦，盧卡尼來。這個舞台是為他設的。冇啦。那我們2個人到底有什麼作用？給他種轉型，真的是一張非常文學原創的音樂專輯。哦，來，好好聽一下。好喲。今日帶來好聽的歌曲來。捏拱捏破。捏拱捏破，兔子兔孫夜公。大城起琴聲，捏拱捏破，兔子兔孫夜公大城起琴聲，夜了一公又一公，公轉身後。吞歸巢，捏拱捏破，兔子兔孫夜公大城起琴聲，捏拱捏破，兔子兔孫夜公大。
顺，夜光大城去深深，夜光夜泊兔子兔孙，夜光大城去深深，夜光大城去深深，夜光夜泊。要多变女王哦。哦，今天我们要比较严肃一点，哦要比较这么庄重一点。没啦，要端庄一点。今天安尼世慧老师是哦，啊，你要新他专这个辑，是给发动态的心思，嗯，哈动用心的做亚种专辑，对，好好人大概介绍下。亚种童专辑，话童话，亚种专辑会结合叶嘉修老师的阿叔，安都叶日松老师，哦啊，佢同照顧人哋發連對嘅後生嗯嘅，啊，雖然對我歐巴桑嘅嘛，所以不過對佢嚟講，我係四年嚟用嘅。哦所以當然佢當照顧我一條，歐巴桑，係，尤其喺花蓮其實做創作嘅演講員較少，啊錯，哦，所以咪佢當古年講，我攞佢寫歌嘅安尼。啊，因為參加咧家嘅心書發表會嘅關係，所以對家嘅詩詞嘛當喜歡，所以我主流老師講種做得幫我寫歌嘅嘛，佢講好啊好啊，轉咧。所以你就屯家嘅司機拿來填譜曲。錯啊！因為對我嚟講係一種反省啦，就係反省自己冇搞到自己聲音咧，啊就係因為講，因為用安尼同時來寫，客家歌本後生人本聲音嘅聽，其實因為從嘢講嘢譜嘅角度卡用媽媽嘅心情，從本聲音嚟聽。這張專輯裡面還有他的歌詞本裡面有很可愛的那個繪畫圖，然後黑講啊吼，所以要專輯這種都統發嘛，就是兒童化的兒童講的話跟兒童的畫畫，對，錯，值得收藏的。統發。對，做得本聲音。但是我們兩個很幸運呢，都有拿到。對啊，天司機觀眾朋友應該很生氣哦。好，能用送本給他的。本安尼粉絲團係要回答問題嘅方，或者要給送本大家。鬧熱打擂台的粉要拜絲，送本大家5種。安尼發通做乜要乜個問答有錯，所以就用一種專輯嘅名誒，像太咖啡的一種這張專輯對乜嘅名哈？大家有廣告啦。哦，錯。即乜個銅，乜嘅銅哈？所以等下安尼節目結束以後，夾送名。錯。哦，有種方式係不差方法，下禮拜咪幫我嚟送哈。好啊，真的嗎？真嘅嗎？啊，老了那個嗎？當到買唔得咧。你以為我？我有，先報名。好啦，安子生，什麼呢？先生，嚟講，安子生大家多支持本身嘅學校化啦，本身嘅學校化，用一種詩詞嘅方式，本身嘅學校化，當正面啦。係啊，安子生老哥，安子生，安子生，謝謝。積分水比賽規則，每禮拜由無抽樣的主題，參賽者7家選過的，經過6禮拜的比賽，累積分數最高的前3名，就可以進入到年冠軍的比賽。好啦，今日進行嘅比賽，比賽之前呢，要來講規則，還有公布今日嘅主題。好，來，係要唱到葉家秀先生。今日嘅主題節目強調我很多疼愛嘅愛，我做咗7家，選7家，感覺講。體現感情嘅歌，充分體現去上半嘅感覺到你嘅感情。我先本乜嘢嘅歌呀？所以今日節目爸爸、媽媽、男朋友、老公，馬家咩做對啦？不用，然後感情唱出來，體現歌體現感動起平衡嘅感情，然後唱出來。你係今日主題上，阿就疼愛嘅愛。安子生，疼愛嘅愛，看見嚟要乜嘅愛嘛？嗬。嚟。係歡迎 TV 翻揚觀演帶來水唔停。好嘞，躺啊。暗戀的感覺呢，猶如喝美酒一樣，絲絲入心喉，常常讓人翻來覆去睡不着。
那七夕情人节将近，演唱这首《水木贴》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谢谢。哦哦，暗夜你讲爸爸千年爱的宠吻。哦哦，想到左岸不同，你向那个天涯。哦哦，夜风吹起夜的着那么，有了一层清香哦，为爱的天风风。哦哦，想为分你做地同爱做伴梦咯。哦哦。最顺杀勇地为用的讲，哦哦，你可爱的眼光安温暖，像有真诚情意哦，温爱的心一跳。细细的爱，想为有你强下。的笑容，如的爱心共度。哦哦，我袂听梦讲有伊呀，不爱孤单难耐哦，随的烦躁的爱。哦哦，想为分你做地，同爱做伴梦咯。哦哦，花朵最顺撒娇，地位用会讲。哦哦，你可爱的眼光安温暖，像有真诚情意哦，温爱的心一跳。细细的爱，想。傻傻就会看到你的身影，哦哦，你浅浅的笑容，如的爱心共度，哦哦，我袂听梦讲有伊呀，不爱孤独难耐哦，随体烦躁的爱，我随体梦梦的爱，随体想你。现学现卖。哎，厉害！这进阶版，比框都比你还大。哦，这条歌没后堂呢，哈。对呀，写得很好听。对呀，你有没有想写那条歌？讲暗恋一个人的故事，但是只会想到他不知道怎么开口，会睡不着，睡不着这样子。对，这样的心情写照。学生时代嘛。学生时代，对。哦，都是那种纯纯的爱。你有吗？你有过吗？没有。啊？真的假的？我都是让人家睡不着的那个啊。好啦，赶快，你的故事很长哎。结束了，故事结束了。他的故事只是想要把我拖出来而已。对。
哦，所以暗恋呐，暗恋的故事啊。就讲他故事，让陷阱给你跳就超开了哈。这个故事最懂啊，就是他一个朋友啦，哈，有暗恋的对象啦，对，知道这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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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那没什么重要啦。真重要要谈一下欣赏的公平，从了国从了样板来。反正今尾进步挺多啦，松柏啊，然后讲节奏给掌握模好嘛哈。今尾呢节奏掌握还不错，不过人家真正咧讲家说唱歌家有的东西是种第二种这个小地方，对你来讲感觉上唱起来就是粘在一起的。你浅浅的笑容，如的爱心温度。我袂听梦讲有一样，本来孤单难耐哦。还有个有的长音的地方，像咕咕兮兮啊这种地方，这几个音呢，其实你都不要拿给当作慢歌在唱，因为这个歌本来就是这么节奏清楚的东西。你要唱歌就有轻重，长音它还是有轻跟重，你要让它做出来。你看我做出来噶是感觉挺大众啦。对你来讲还是感觉讲，你这次的这首歌对你来说已经进步很多了，所以在这一方面，我觉得应该给你鼓励的分数啊。所以我给你的分数比较高，可是几位老师可能对你的看法会有不一样的每个角度，那就我们来大家来翻牌看看了哈。分数题，好，来，看一下分数。翻讲观影的分数。睡得着了哈。其他欣赏咩分数咩分到以后啊，哈。哎呀，恭喜，还有一个礼拜，加油，好，还有一个礼拜，还有一个礼拜，讲3倍，贵重了。好嘞，回做休息，按住3号的满意呢？主评卷带来评数。安尼应该5朋友啊嘛，哎呦，好嘞。了输歌曲，我要献陪我最亲爱的阿姊。我嘅阿姊在我生命当中一直扮演到阿妹嘅角色，也当唱送彼此嘅情谊。遇到乜嘅困难，佢都要天數留我解決，照顧我成發嘅大細事。阿姊，什麼人？风也有雨，也有夜，有丝无云。苦菜甜笋好，炎炎冒，烟有生阳。生发总有不易，表下心有奈见。夜路有暗的路，不是行有爱见地。天昏也人情，有你的温暖，所以空无情，有你来作伴。天意的脚步，行千里路，黑暗前世中路的幸福。总有万般色，艰难也爱途，不怕前行有万苦。天意的脚步，行万里路，不惊跌落风声已死苦。是用尘纷扰，艰难也幸福，因为爱恨。今生嘅缘。
走路的幸福，总有万般事，艰难也爱途，不怕前行有万苦，天意的脚步，行万里路，不惊跌落风，生命是苦，是用尘封了艰难也幸福，因为爱是你今生的牵束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刚刚那一段最精彩的是他。嗯，对呀。嗨，刚刚他唱什么歌我们都不知道。哎，你刚刚有唱歌啊？有啊。有啦，有啊哦，全部眼光都聚集在你身上，眼光，眼光。on 都乜嘅名啊？我叫我黃燕雲。哦，你帶哪位啊？苗栗頭份。苗栗頭份。嘿。哎呀，没一直待到头份。你现在一直待在头份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跟他头份人，就是因为妹妹的关系，然后知道他是好像从小有学舞蹈。哦 ，OK。对，然后有看过他的表演，然后觉得他非常的努力，非常的认真。然后这首歌都是他编的。哦，刚刚舞蹈哦，难怪我们刚刚全部都看他，没有看你哈。你看。好，罗国立老师一直点头的，谢谢你哈，安之 C 的等级天数，哎呀，增加我们这个荧幕上的美丽的画面，谢谢你哈，哎呀，有机会再多来，好不好？谢谢安之 C， 那现在用跳的把它跳出去。谢谢我们头份的舞者，这叫现代舞是吧？嗯，对。好啦，这是三茶的舞者。唐贡品啊。来。啊。哎，这首没有啦，还要把这首歌要献给人家的啦。我刚没有在听啊。你刚刚那一支舞是要献给谁的？要说歌唱不慢言堂。我要唱给姐姐听。姐姐？姐姐啊。对，因为我们家在外面也是一起住。那就是姐姐在外面都会照顾我。姐姐有来吗？有。哦，那姐姐。戴眼镜的。啊，姐姐。哦。姐姐你好，我真的像大爷。我早上一起床，早餐就是在桌上哦，咖啡，然后跟早餐，然后中午的便当也准备好了，然后我就提着去上班，然后回家晚上呢，然后晚餐也准备好了。哦，所以姐姐每天是现在是你的家庭主妇吗？还是你请的佣人？没有，她就跟妈妈一样啊。你看，姐姐还姐姐点头对吗？姐姐可以说个2句话。你好。你大他几岁？7岁。唔好讲好冇？我一点点。一些些嘞。一些嘞。哦，跟你做嘛会对其安好咯？那就弟弟啊。妈妈有交代。对，妈妈有交代。哦，妈妈有。妈妈是没有跟你们住在一起。对，我们在新竹工作。哦，妈妈还头婚。对啊，她可能怕我回家告状。她多少钱请你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有时候姐姐还要拿出来帮忙他。跟你我甘愿，对啊，甘愿做牛做马这样服侍他。顺便啦。哦，顺便啦。哎，姐姐，空中相足啊。好妈，嘿啊，俺妈可以吼，唱嘿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。没问题。好啦。这位老师。以前的比賽時間，你讀到安陽型的歌型，也安陽型的。安陽型的歌誒，你唱起來就會變較老派。不過近邊我當喜歡唱呢首歌曲嘅態度，唱起來淡淡，不過有濃濃嘅感情喺條背度，我聽到誒。故所講呢首歌曲有唱出一個氣質，我還蠻喜歡的。然後寶妹我看到讓我再加1分給你的原因係，
跳舞的时节当然跳得当好看，唱歌的归唱歌，当然唔记得讲，唱歌的老跳舞人也要有一点互动。包每人看家书的时间，我就感受到讲哦，你真嘅当认真，有啲练习，有啲想讲嘅，你个要慢表现。因为爱迄年，今生嘅牵丝。规则来讲，初体你大机嘅一开始唱起讲讲呀，还有尾尾音有一点点不稳之外，其他我都觉得你首歌曲係当好看的一隻表現，好，加油哦，還有100，好，加油！安這些，好，我來看佢100分數。主評卷的分數。今天唱这首歌呢，我觉得就你的勇气来讲，我应该给你很高的分数哈。这首歌的难度非常高哈。是要唱给我老公的。结婚几年了？结婚6年。我还要想一下。对。主評卷的分數。对呀对呀，那个妹妹同学应该帮你加了6分。姐姐刚刚的那2句话应该也有加到2分。你这表现很好，好，安子 C， 好，恭喜哦，加油下一个礼拜，好，变啊嘞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嘞，会做消息，好嘞，杀嘞。谭以涵带来爱米酒。米酒。米酒。小米酒，我爱你。今天要演唱的歌曲是要献给分隔两地、远距离恋爱的朋友。希望你们今天听到我温暖的声音，可以很快乐、开心的度过情人节。米酒，米酒，爱米酒，有安多安多嘅感觉。爱上爱对你讲，系上样嘅回头。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过来2星期，双双相依，3条容易，爱心都当小你，你的改变。有年做盼望，我希望你做得家家转來，向下繞來。愛米酒，米酒，愛米酒，有結球結球嘅地後，輕輕飄過嘅光，從你旁愛嘅心抱。米酒，米酒，愛米酒，有安多安多嘅感覺。想要嘅每套，花快樂，不要害了，都係超什麼超單，從愛讓你拆散，愛孤單一生。愛米酒，米酒，愛米酒，結球結球嘅地後，輕輕飄過嘅光，從你旁愛。心抱，米酒米酒愛米酒，有結球結球嘅地後，愛向愛對你講，係上樣嘅回頭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怎么没有比？有啊，他也有。一條歌嘅唱不滿意啦。我其实因为我每次比赛有一个朋友每一次都陪我来，
她的男朋友都在花莲，然后就有点远距离的恋爱。你说然后那她住哪里？她跟我一样住桃园。桃园。然后对，因为她男朋友住花莲，然后她假日又要陪我比赛，这就是远距离的一个爱情故事。对，因为她放假还要陪我。哎呦，这么好的朋友，对啊，你的闺蜜啊。对啊。对。吹不散，骂不走。哎呦，闺蜜。好了，来谈公平好不好？好，远距离的爱情。OK， 依涵，给必冲要说爱米酒爱吃到，我觉得很适合你，非常适合你。只是因为你可是你的外形也好，按公雅跟赏仙啊，你的声线都属于比较甜美型的。然后，可是这首歌啊，其实我希望它表现得再俏皮一点。我反而希望你表现得再俏皮一点，然后从国的部分的跳动的方式，能够再让它 level 再多一点。因为会听起来你有抓住他的应该要有的歌曲的本身的精神，不过呢，我听不到那种应该要有被你带动，刚刚讲那种思念的心情，我听不到，我反而觉得你很紧张，因为你歌词有唱不唱哈，你的歌词有唱错，但是我不会太在意这件事情。不过那希望讲就是你真的要融入在歌曲里面，给你想表达什么事，你要让我们听得到。这个是你声线绝对有把握可以做到这件事。不过呢，就会你放得不够开，所以在米酒的时候，我听不到那种应该要有的那种思念感跟俏皮感，会比较可惜，因为你一直在用甜美这件事情，再帮它做一个铺陈，这样会比较可惜一点。所以我希望讲，这就是说你在歌曲的本身的段落性分的时候，你可能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表达方式或什么的。所以我会希望在这上头你可以再努力。好，但是今天已经表现非常好，我觉得你选歌选得很好，很好，很赞。因为我好喝米酒啊。哎，米酒。看一下分数来。看一下的分数。不差，做对嘛。朋友应该满意。OK， 谢谢你啦。好。好嘞，杀嘞。李文婷带来新婚快乐。来谈啊。这首歌我是唱给我的初恋男友听的。那因为他现在就是刚结婚，也生了小孩，那我唱这首歌就是希望他可以新婚快乐。
这首歌是写给我，唱给我那个第一个男朋友听的。还想念他吗？不想念啊，还有联络吗？就是 FB 都会看到他。还有按赞吗？有按赞，有留言吗？是他加你还是他？我们还在一起就加了。哦，对，那突然把他封锁又怪怪的。没有，就觉得没什么啊，就是后来也是因为远距离，然后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发展，然后就是他认识到更好的人，然后他现在就已经结婚了，也有一个小孩，很可爱的小孩。对，我们要祝福他了。对啊，要祝福他，就是以祝福的心态。揪心的故事。这首歌真的，我觉得蛮有味道的，唱得很好哎。对呀，好。哪一位那位先生？对。文心，今天唱这首歌呢？我觉得就你的勇气来讲，我应该给你很高的分数哈。这首歌的难度非常高哈。这首歌是很经典的爵士音乐。那我知道你的声音其实你可以的。这种歌它的表现其实不在于你把它唱得多好，而是在于你多舒服的在沉浸在这种歌的氛围里面。不过就你今天表现这首歌来讲，我觉得其实你如果这首歌再练它个20遍、30遍，你可以唱得比今天更好。一方面可能是你的时间不够多去练这首歌，主歌一进来的时候，你的拍子其实就有一点点抢了。这种歌其实你拖一点的反而感觉会比较好，你抢的话就味道就完全跑掉了。还有就是在这首歌整个最高音那个地方，在未来猜 V 了跟迷音乐那个 V 字是整首歌的最高音哦。你第一次这样唱的时候没有上去，有一点点音准偏掉了，这比较可惜的地方。不过我没有扣你的分数。我就刚前面讲的，就冲着你今天选这首歌的勇气，我觉得，而且你没有砸锅，你没有表现得很完美，但是至少你 hold 住了基本分，这是我今天你唱这首歌给我的感觉。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你，最后一句 You made me feel brand new， 那个 new 是音乐已经要停了，可是你的长音还在。那个时候，当音乐都没有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把那个尾音稳住很重要啊，要不然你没有稳住的话，前面其实那个音箱就完全被这个字破坏掉了，很可惜。You made me feel当音乐渐弱，或者是完全没有音乐，你只有你一个声音的时候，那种是很危险的，很危险的那个危机呀、因为大家只听到你单一的声音，那个音准一定要准，一定要准才会好听，才是一个 perfect ending 啊，好不好？给你的建议，谢谢。好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看本书哈，来。李文婷的分数。韩语礼拜，好吗？好，加油，好嘛？安子先，好来，准备当头，杀来。来，文就带来相对唔讲嘅法。好，来谈啦。感谢我老公，本我依照幸福美满嘅家庭，佢一同支持我來參加農業大擂台嘅比賽，本我完成我嘅夢想。打敗我來錄音嘅時節，佢都會讓我天數負卡所有嘅大細事情，本我做得專心來比賽。老公，謝謝你，我愛你哦。光辉。
时常用笑容批判伊，命定伊的面干，又无法相对你讲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，简单又短短发一个，也将东奔你的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，简单又短短发一个，很爱最纯真的心，简单又短短发一个，就是我爱你，简单又短短发一个，就是我爱你。大哥好，海军姐好。你哦，当甜的、当温馨的一条歌曲哎呀，很不满意呢。今天是要唱给我老公的，有没有特别很文记？就是要感谢他，就是这么长久以来对我的照顾。结婚几年了？结婚6年。我还要想一下呢。对。6年。我结婚几年？27。27。你怎么尿变阿弟？哦，老公怎么样对你？老公怎么样？老公的话就是比较感人的是，我们在一起2年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有做一个那个影片。哦。对，就是我们这2年啊，对纪录片，然后就一些感人的话，骗我眼泪这样子。所以那时候我想说，这个人可以教，然后还有女人就这么好骗，真的，真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啦，就是我在生小朋友的时候，然后就在，不是啦，乱讲话，那是医生的，怎么可以呢？对，这个是比较好笑啦，监督期。对，就是我在那个待产的时候，然后就是会有一个那个仪器啊，阵痛的时候会到一个顶点，最痛的时候，对，然后他就在旁边借我手，牵着我的手，然后就看那个指数跟我的脸，就飙上去喽，来喽，准备喽，对，然后就是叫我准备说，要准备承受那个痛了，对，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几次我还可以接受，然后到后来会觉得说，不要再叫了，很烦，因为我觉得痛是我在痛，生是我在生。叫你老公不要再叫了。对，我叫他不要再叫，太吵了，太吵哎，东西熬给你哦，我们还得熬。对，就觉得总不安呢。对，因为我在生，我在痛了他在化学完呢。好，因为可以解释一下，因为他是他的头一胎啦，第一胎的时候，总是会那种记忆比较深刻。对，对。什么原因？特别在供的时间我不要生了，我不要生了。然后过没多久，过完1个月又忘了。对，半年又在怀孕。所以是自然产啊，哈。对啊，这是女生伟大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安尼今日献问给老公的歌诶，对，欣赏唐顿样版呢？叶嘉修老师，我今天对你唱这首歌，我感觉是讲感觉亲厚。今天的主题是讲感情嘛，是讲爱情的歌，所以对我来讲唐雅冲俩两首歌歌，我就感觉讲，真的是把今天的主题，你把它表达得非常好哦。尤其是我特别喜欢的是，因为这个歌很特别，它是3拍。可是听起来它是很快的3拍，可是感觉上又有点像 slow rock 那种夹在中间那种感觉哦。然后你必须要用很有感情，但是又有一点轻快的那种感觉去唱。你有没有冲的像我爱你这个地方的那个咬字的分配，对我来讲还是感觉讲，真是很漂亮的分配。因为
第二在是咬字跟问题啦，就是说你那个字要把它很漂亮的分配在那个上面哦。对你来讲还是讲，能够这么自然的把这样的每一个字分配的那么好的话，那这种感觉就是你对这首歌的融入程度够了，然后还有对于节奏的分配都分配得非常好。所以对一个这首歌呢，我给你很高的分数。我也觉得说，就这个主题来讲，你从头亲后，就是把真正那种感情的部分表达得非常的完美。所以你老公大概不用被你咬了，好，加油！安是这样子，信国会先都好。这谈一下给哲伟老师。哲伟老师。我想，嘉秀老师讲的，我都很认同哈。就讲，特别主题迄嘛该，可能配啥啲创的歌曲係创本配啥的，你还冇强用创一个故事，最真的故事。故事讲，对我来讲，以前唱歌的吃到都在用本能唱歌。什么叫本能唱歌？就是有吉他上唱吉他上，有买个感情，有上是某一天唱得出来。你过两拜可能因为你有想象力的，你有想象力了，想象你老公对你的好。故说讲，我用其他人讲，唱歌有上是，不一定都要用本能唱歌，你要靠一点想象力。有的事情冇见过的，特别你见过的事情，你用想象力之后，你就会有画面，你唱出来就有画面。那各位是猜讲啦，对你来讲。它其实很淡，然后非常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，可是也因为这样，谈到你最真实的你自己的伤，还有你自己的感情。故说讲，我每次都你喺比赛到你啊为止，我知道你唱亲好一首歌曲，我本的分数每一个，谢谢老师。加油！可以呀，来稳住个分数。本爱恨的命。本爱恨的命。可以讲一句话送给我另外一半吗？好啊。当然。虽然讲我唔係親好，我歌妹妹唱嘅親好，不過有你就係親好嘅事情。又不是讲给我听我在哭。送郎送到离天。刚有看到生命歌吗？接力赛跑杨有亚中哎。来稳住个分数。一家就老师给到25分满分，好开心哦！很开心哦，还有一个礼拜，加油好冇？好，哎呀，一礼拜哈，好，安子 C， 好嚟，上邊當坐，殺下來。他的名帶來本愛恨嘅名。好，嚟彈啦。去年大結婚咧，係對人嚟講咧，嘅唔但唱係兩三年嘅神法，係兩卡人嘅神法強下吼，所以有當多嘅正音。唔過我知道神法當中嘅浪漫也係愛按樣保持下去。所以對人輕重要嘅就係兩三個做啲數片數，向下多落，要照顧對方一生嘢。本愛恨的命，本愛恨的命。唱首，愛唱首，就安尼。本愛間錯到，本愛間錯到，無嘛嘅。唱首，愛唱首。按不停，
天空。神的野马在天堂，无名的风，天天送阮乌云行来，乌云将任何行的安吉紧安步，那天上空。唱上，爱唱上，恨的名。谢谢。不是，他沉浸在他的甜蜜当中啦。那大家都比了，你没比呢？不，因为他沉浸的太幸福了，忘了。唱给老公听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唱给另外一半。是啊。懂翻译，懂翻译。懂翻译哦。因为结婚以后就过省番嘛。哎。现在就会过省番。多年呢？差不多6年呢。6年时间。差不多。结婚到了还差不多7张年。哦。7年。甜蜜期。容易啊，容易。要去哪里度蜜月？我们已经去日本。还有一呢？我平常时就去下去爬山行路啊。哦，他很幸福哎，像俺呢6样吼，那人大旅团的比赛还要贵吼，好呀，老公我来接应的嘛，哎呀，好幸福哦，然后帮他准备晚餐。相片呢嘛个？相片就会安姨结婚的相片。哦，结婚时间，旁边有你老公。给公发不爱糖，然后我们是用一个牵红线的方式进来这样子。这个呢？这就是在很忙，因为办婚礼的时候要一直奔跑。那边是你对不对？哦，你屁股很翘哎。还可以。连抹那个相片都没有老公的脸哦。老公干嘛不露脸呢？他比较低调一点。对，每次看你 PO 都 PO 他煮的菜而已。我们家大婶为我他的脸。对呀，就是他同意我 PO 他的菜这样子。不同意 PO 他的脸。俺空央啦，那管天师给的前面的观众朋友，他可没空央尊重而保养，真的哦。哎呀，安尼看下罗哥你身上的公平啊嘞哈。李敏，因为现在要是国客呢，这个难度呢也不在文心之下哈。但是难有某空有难处不一样。要是问难处呢，给从头到尾他用了3个 key， 3个 key， 来听听音呢，这个和弦用了懂波差，然后如果说对音乐不是那么音感不是那么精准的人，很难把旋律跟老师们弹出来的那个和弦搭在一起。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因为对一般我们比较流行的歌曲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旋律都在和弦音里面，那是很自然的嘛。那这首歌难珠难猜，改个和弦，他的跟他的旋律是听起来好像不搭嘎，好像是你弹你的，我唱我的，跟那种感不高，这难度很高啊。那我觉得你正到了
这一路走来哈，我真的感觉到说，你们每一位参赛者那种用心，在这个舞台上面，为了要帮自己争取分数也好，为了老一个节目会带来更高的品质也好，我觉得每一个参赛者都在很努力的在做一件相同的事情，就是我怎么让明天的我比今天更好。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们4位评审也都看在眼里。虽然说立明你给你创业是国外中外国人来讲没按理想，但是呢，我当肯定两个努力付出，所以给你本的分数呢只猜一讲针对你给你的表现等等啦哈，往后还能希望你继续加油啊！假使往后你还本来先还有1礼拜的嘛哈，下礼拜唔定先买国的，但是你看讲现在用国难图的国外方，还原则上还希望多花一点时间去练习它，才能够把这个歌的这个至少味道要掌握住嘛，这是基本。好，加油哈！好，安子 C， 好嘞，黄老师，好，立明的分数。那我最后可以讲一句话送给我另外一半吗？好啊，当然咯。不行啊，让我看一下你老公的脸。拜托拜托，才让你讲。拜托啦。好啦，就会讲虽然讲我唔係親好，也我狗妹妹從我親好，不過有你就係親好嘅事情，就這樣。又不是講給我聽，我在哭。好啦，謝謝。還有1個禮拜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恭喜，好了，好，回這休息。哇，傳統組今日6強賽嘅倒數第1禮拜。哎呦，甲今明日大家心情就像有跨年那種緊張的心情，開始要倒數了啊！跨年有冇好緊張？我當然會緊張啊，過了1年當然會緊張。跨年你咧歡喜嘅日嚟啊！哇，跨年好開心哦！沒有，他們也是這種心情啊。對啊，迄分數較高誒，就講啊，剩個禮拜後尾嘛炒唔上來。今日上次啊，那個參賽朋友全部都緊張。係咯，我緊張。這項今日比賽，來比賽之前介紹你評審名單。立秋夏先生、張永平先生、賴明峰先生、羅永先生，講主題咯。哦，有請到立秋夏先生。今日主題呢，就係歡喜慶祝，安尼情人相會嘅咧。了6位參賽者都有第1位佢非常哈，然後揭出嚟對象，來對唱。所以用買將嘅成績來呈現出來，就看你的整體嘅表現。啊，兩場有夾雙嘛？哦，有沒有默契？沒夾，沒夾啊！所以你表現嘅完整度同你嘅練習到，今日比賽嘅成績咯。唔過佢你嘅對唱誒，冇到練習嘅分數，係你強到冇必要撈虧啦！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哎呀，講到面係牛郎與織女。哦，這七夕情人節。係啦，哈。大擺啊呢傳統組曖昧親好可能就會對唱嘅部分。哦，希望可以能夠拼出什麼火花出來。基礎當到火花。啊，咁繼續來看咯。好來，第1組係乜嘢呢？拖元風老郭愛路帶來松山菜茶。好，來談看啦哈，來。今本日請到客家嘅高牧師前輩來兩個對唱。希望我等下唔好緊張，唔好有壓力，將最好嘅來表現俾大家來看。
哎，两位好，两位好，哈哈。两位主持人你好，你好。好。哇，因为安好了，差不多安尼按古数了，等跟我合作。同班同学。练习唱歌的时间有那个有趣的事情吗？哦，我们 NG 的很多次。啊 ，NG 哦。因为咬螺丝夹排。咬螺丝啊？咬动啊螺丝。因为教牧师唔會講私煙。哦，唔講私煙。講私煙，所以係配合佢講去了。佢比你比賽耶穌歌嘅安尼，反反复复來練習一舊咧。一禮拜。安尼學一禮拜就唱到安好。冇當緊張哦。有嘛緊張一禮拜當緊張哦。有嘛好緊張誒。唔是緊張啦，一樣要緊張啦，係啦。分數題是分數冇算假呢。你唱愛填唱愛所以成績也好啲哇。哦。因為佢係代表性嘅咁嘅第一名嘅呢，所以我請佢人嚟加分。哦，有，看今日有冇加到分嘛？看有加到冇咯，哈。唐先生公平啊。唱，吹下先生。呢首歌曲上山采采，屬於一首高難度嘅唱法，然後佢唱得好，也蠻韻腳，唱得正。兩三今日配合到以後，唔過要本隻建議啊，速度要小可慢調嘅。佢慢調是睇你輸贏嘅時候，我就感覺多數你會氣就會合輸得唔好哈。還有灣戲嘅所在，潤風唱嘅時候聽一句，離啊了啊，還係假，冇了你啊灣戲，一口氣都唱得。好，你得離啊了啊，也是灣戲，所以請可惜，好注意啊哈。當然細來講，冇呢啲都分數，會有加分嘅作用啦。我係要咬死眼嘅平時建議，加種還係冇還係，還係。你說你啱啊，當然你分數冇人扣啦，是個本身建議啦哈。整體上兩場表現啊非常好，加油！但唔過記得係咪軟度柔軟度？好，要注意啊。雖然高音嘅嘢柔軟度，強調軟度要注意，人嘅分數會更加好。好，謝謝老師。來，看分數。多元分嘅分數。先生，哦，以後謝謝分啦。哦，當歌，哦，還一禮拜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多謝，啊，高牧師，多謝，謝謝呢。什麼呢？天使，安子謝，哎呦，你做對了，你做對了。牽手回去。哇！哦，你看一個禮拜而已。熒幕情侶啦，唔拍啦，唔吞4杯什麼都安尼。你。來，叫個聽 EV 來。羅風飛留氣生命帶來好人山歌。哦，嚟聽啊！大家好，今邊我同之前來鬧熱大擂台，向下比賽嘅好朋友對唱。頭練唱嘅時節，遇到當多好笑嘅事情，希望呢首好人山歌，大家會各自努力大家。
情难杀，是否难杀有情人？啊有情人，啊有情人，是否难杀有情人啊有情人啊。好，按对你香哦。来，是民歌，来，其中感谢啊，来。你刚才看到生命歌嘛？嗯。也跟样的接力赛跑一样有压中哎，根本就会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。舍不得离开啊。哦，舍不得离开。哎，真紧舍不得离开他。原本吼安尼，风飞吼批来参加闹热嘅，想说有个伴这样子，结果弗拉多伊俾你淘汰，继续留下来。啊，金平一海蒂啊，伤口上撒盐。哎呦，样板讲。找他来合唱。那基本上的比赛都係允許，大概允許冇咁樣啊。哦，係啊，實力可能相同啊，但允許幾人都係咁玩好。啊，創造樣板啊，哈，先唐先生的公平，好唔好？好嚟。有請到蒼永慶告狀。今日風飛到生命先生創一條講後年山歌嗬。後唐年一條歌嘅嗬。我唔了解啦，嗬，唔理解。人家嘅譜吼，係對內傳來嘅譜，但是有啲會吟嘛吼，你唱個吟，有啲會吟，唔係清嘅安尼，可比講唱十分難殺莫用言，那個吼，有一些嘅無意話講啦吼，無意做嘅譜，有一些的插片。十分難殺莫用言，莫用言。基本上梁山人唱的都俩首歌的，非常有感情。不過俩個歌的唱法可能有山歌的唱法會無乜個一相同咧，因為佢嘅有啲東西，佢唔係用詩來寫咧，佢變到用嘅安尼嘅譜，故所以可比如五里田，跟五里田嘅田，你就冇辦法唱田咧，因為唱到嘅聲我留嘅音冇辦法符合到。也總係對人家下梁山人唱嘅也個安尼嘅歌嘅吼，一系列建議啦。但是原則上係因為梁山人唱一條歌嘅處理，係你處理得不錯啦。係。謝謝，好，安尼就夾個看兩位嘅分數啦，哈，來。老風飛嘅分數。叫我看到身材咁樣保持到暗號啊！神夢嘅彩呀珠，一雙嘅金那彩。明白看到美容呀，戲美容啊，你見笑喎，你見笑喎，見笑，我看到我就見笑喎。老風飛嘅分數。你都做對了，93分一個了啊！哎呀，還有一禮拜。
哈，一礼拜加油啊嘞，哈，哎呀，多谢生命果来天数啊嘞哈，哎呀，是这样子的，好嘞，再别当我错哈，是这样子。好嘞，杀下来。唐真从老廖琼玉带来大会堂。我来谈啦。今日我上海好朋友廖琼玉小姐，我来创立大会堂。佢以前也係上過台差嘅學員，也係我學習嘅對象，希望大家能夠加油。阿老妹啊，唔知做哪回事啊？呀，我哋前面唱條山歌啦，阿老妹。做声音好，哎呀，大家好，小苹果，哎呀，小苹果，好可爱哟。对呀。
等一下就无看到身材强样保持到暗好啊。大拜了，又跑到我这边来了啦。哦，你那一部分哦。哦。要想我请记啦。上请上摆14個啫啦，哎，唱下唱歌啊，我有唱下比賽，用唱下唱踢啊。 14季的时候。所以你踢多名？踢4名。踢4名，我去踢。被我干掉啦！被你干掉。他被你干掉啦！那么厉害，那今天你找一个干掉你的人来跟你一起合唱啊？那这样子好吗？唱歌不係大家就熟識啊。係啦，14年的同行對吧？14年。對呀，唱到樣板的談一下先生的公平啊！有請到賴認真先生。今日呢，哈，曾唱歌呢，哈，人家生啊，哈，皮膚轉來了，啊，有動量啊，哈，所以呢，但是一可惜的，40年的唱了以後彈呢，哈，表情也係當自然，尤其呢，哈，廖強有5師啊，哈，本身啊，哈。搭配都按好嘅話，實在會本加分嘅啦。但是吼加冇嘛浪你嘛，然後講咯，唔天當家實你過碟板啊，你慢到一破吧吼，也輕當中啦。中堂來병啊，將帶來愛滋啊，電子啦。果然後呢吼，當然啦，人唱歌盡量可以求思別爭啊，唱嚟講話開堂大廳啊。咩開堂？開堂打鐵開堂，呢個開有啲啲，佢邊堂唔識啦。嗰個叫嘛叫奴家，叫咩叫？嗰邊堂都係叫奴家，你冇？有時間你了解一首歌嘅原來係乜嘅意思啦。唱係咪？旁邊要注意啊！好，按姿勢，好，別放，來看一下分數。唐真唱嘅分數。下禮拜那邊啊咧，飛下個分的，怎麼這個分數來咗來了？好，行。係，謝謝可愛的小蘋果。小蘋果，謝謝啊，按姿勢哈，好，來提分數，來合作休息哈。好來，殺下來。許美容老林傑熊帶來送劍彩。來，等下啦。原本小跳，我係愛老陳德貴先生對唱嘅，不過佢嘅身體唔好，故所我邀請林傑雄先生來老我對唱，希望大家老我加油，希望大家。為是啊無為。
东西的送伊哦。新娘送来。当然的啦。为世界烦啊忧，救伤该救啊急，战斗该你强惨啊，我哋啊来扶。为世啊莫为难。十双计十八宝，不太不细不长不短不圆不扁不夹不滚，流水个阿流转啊，全世界阿流流，修法真啊我的阿来苦呐。什么的菜呀煮，救伤的救啊急，战斗的你强抢那我浪菜煮过，你呀爱转转咯，上转咯，接过爱咯，是听过来哦。什么的菜呀煮，十双。十八宝，不太不细不长不短不尖不扁不尖不宽，爱死啊悠悠，修法真啦我拢才做工啦。哇，东西哦，冲锵锵嘞。十八天爱个步啊比渡啊送亲啊，你呀莫死呀，哎呀个凤阳鸡呐，十指尖尖，秋丝啊秋风，嘿好啊真嘿好啦。同花有用啦，落梅来相亲歌，咱真来有相爱，哎呀呀来有相你，慢慢相共梦有长小龙太呀呀，帅哥美女好，你用几爱林太哥，米拜宽都米用呀，喜米用啊。啊，现在身为一个道道地地的客家人，在感谢我，感谢我，你感谢我，感谢，客我看到我就感谢我。哎，唔係客家人啊，哎呦，跟客家話講啊都啊呢。爐火純青的啊，你當披風呢？對啊，哎呦，還要唱。來，今天有我唱到啊，那林老師咯。林老師。有朋友誒，前前又來。哦，而家係我朋友啊。對，之前有提過。來草案部長練兩多天。啊，厲害啊！佢唔熟詩啊。唔熟詩。唔熟詩。安青菜。係啊，我跟你學到誒。做嘢唔衝啊。啊。乜嘢唔衝？做嘢。錢得貴。哎，今日又來呢。係咩？我叫他要獻身。佢廿萬嘢，佢廿萬嘢。老搭檔。老搭檔，啊，佢冇獻身。佢冇練習。咩？佢冇唱。佢冇唱。佢介紹林老師本來。哦，你做咩人啊？
可以了，冲都唔会唱。差不多哦，安尼同好为主，好来唐亚先生公平录音老师。好，今杯俩组对唱吼，我感觉啦，係講分開來講吼，上任衝動好，吼，他們嘅唔過係搭強下，我會渠道吼，當從誰來到誰妹嘅咧角色要對換。哦。就係認同，係誰來了撩誰妹咯，唔過看起來係誰來本誰妹撩到。不過吼，我感覺吼對上任來講，我除到見背見後兩位嘅上任都當好。不過係講表現來講吼，真緊就感覺冇按當法條，不過沒有辦法讓我融入戲劇中，吼嗰種感覺係講我講從嘅問題就係呢，我知道吼，見背嘅面容在你從嘅世界，可能我感覺雖然你可能倆數個衝動多變，不過還係都有點緊張。吼，可能其他人上啊，唔啲唱起來默契搭不搭吼，佮性情為讓向，所以呢，由於記吼，我感覺你做對表現都很下好，就會愛是啊悠悠，佮顯啊個戲，我知道感覺會下降吼，應該上任運動做對表現都安樣。是孟台高。好。角色互換。對。好，來看一下分數，來。戲迷用嘅分數。是孟先生。3分哦。哦，93分。謝謝。韓語禮拜哈，要多加你的天數呢，按這些啊，好，來這邊啦。謝謝。我嚟殺下來。建峰到仲坤亮帶來鬧吳講。同我啦。叫湯多，湯多嘅門窗叫是哪樣？我用非常輕鬆嘅裝法做得啦。我。每場唔唱啊嗬，長門嘅線啊線，線線我哋個已經線線嚟了。用品啊！今半日對唱比賽，我唱到一隻細阿哥當後生，按到坤亮。今半日讓我對唱，希望我兩沙友拿到好成績咯。
就是那样。叽叽叽，叽叽叽，叽叽就是那样。就是那样。叫天的女家受伤了心啊。叫得来阿公是开呀开了心嘛。紧叫紧伤心是那样。紧叫紧开心是那样。伤啊伤了心。开呀开了心。情丝彩。鸳鸯真啊。鸳鸯真伤。小妹好调情啊。闹到来三更哟。哦，好专业哦有没有主持你好？哎，你好。哎呦，很专业呢，有看到嘛？哎，看到是 make 同伙为主哈。哈，系啊，哎呀您讲的系啦，啊，姐弟恋。姐弟恋。有冇電腦差一輪？一輪呢哈，啊講到兩輪呢。一輪瓜甜甜。有咯，掛兩輪，兩輪，兩輪。哎呦，好可愛哦。哎，两位合作多久的嘛哈？我三年， 3我们认识3年。哦，3年。认识3年。啊，有接接冲一条歌吹，都不会比赛啊？没有，是从于白天。从一白天。系啊。跟我感觉安尼同好。嗰種個輸嘅樣。我們就是1年去練1次，天川是比賽去比1次，我們比3年。比賽那種身段啊，是你想的還是坤亮想的？2個人互相互相指教了。家媽媽也會看着我們練。不行的話，他媽媽說這個動作要怎麼樣子要。哎呦，跟媽媽很厲害哦。跟媽媽。哎，你媽媽做嘛欣賞嘛？沒，三角採茶以前有在上三角採茶。哦。同好一個呢組合。好。談一下公平來。吹下欣賞。你數哪五講？8班頭1班啊，唔過記到基本已非常輕鬆嘅狀態，做得啦。唔過注意吼，阮迄個所在，你感覺就係急到誒，因為夾嘛，速度夾嘛，夾幫你創到是經常創下一數，後尾數就會下比較就下多。唔過記得啦吼，鸳鸯正雙正頭，唔係正。情絲彩。鸳鸯真啊。鸳鸯真傷。小妹好調情啊。當然啦，講去講理，沒有你講一斤理，哦，還相思們，沒有講相思們，哦，你睇種個沒有辦法去考究，你講嘛啥，唱錯嘛啥，唱唔錯，兩個是冇人扣分啦。感情方面，叫對人女家，金鳳了在，叫對女家咧，傷了心的感情呈現出來，哦，你們講，其實咧是兩樣，當開心，但唔過你叫咧，當傷心嘅感情而裝出來，哈。太子上嚟很做得，哦，家是講嘅，家講嘅牛絲呢方面，希望了你嘅改進，了就配合得非常好，加油！好，先生，這沙嚟唱嘅參高中哦。亮沙唱嘅青春啊，哦，不離過家下李小霞先生有頭講，有人唱一斤梨，嚇，嘅理由呢，因為也個歌嘅吼。迄小條有當到東西，迄人客家吸收人家東西。伊本來其實係講乾化嘅，佢說兩啊兩一斤梨相思悶，倆原來就傳統就安尼唱啦。佢說基本上2-3年唱嘅，都有算青春啦吼，但是。家下李小霞先生也有講吼，一剎開心，一剎傷心。大家聽唱嘅冇乜嘅傷心，也真開心啦。所以佢哋可以考究一下，應該唱得不錯。謝謝。我都聽本意啊，所以傷心唔嚟。好嚟，看本書。金峰嘅分數。
怎么样，妈妈呢？对啊，按这个有冇来比赛过了？有来过嘛？忙啊，优秀嘛？准批中。准批啊！准批中来。系啊，中来。欢迎哈！你们啲喺节目都会看到你的比赛哈。安子姐，安子姐哈！加油！真係當安子姐。好嚟，殺下嚟。陳偉強、老賴青年帶來滿步。好嚟，睇下嚟。原本係小跳對唱嘅部分哦，對我嚟講真困難哦，尤其係唱腔、留身段，我全部都唔曉得咯。不過根本嘅我要唱來拉太過哦，希望在佢嘅指導之下，我等下做得順利來演出咯，加油！不講不話，不應錯吧，來啊來啊！按厲害安尼，差唔多冠軍歌手嘅團呢，咁啊合因為永遠做滿嘅。所以你有冇之前冇說是噻？唔說是。哦。要唱嘅其實一口答應。有情有義啊。哦。係啦，反正咩閒閒咩冇事情，係咪啊？啊，要數紅包冇？按唔可以唱個多出嚟唱歌問題。係啊，按叫冇看動嘅啊。哦。嗯。按你唔吧，按先嚟談公平啊，好冇？好。分兩位唱到樣板。好，有請到賴先生。好。今邊啦哈，梅強哈，同一群演先生兩三唱嘅滿步啊哈。在問我講主題以前咧，反正兩三年咩客啊，默契啊，非常嘅好。啊，上院也都要做得清哈。但是呢，人家都講，一主題冇對。好，個然後呢哈，將來講嘛，梅強唔唱啊哈。長門嘅線啊線，線線我啲個而變線線嚟呢。長門來線啊線，線線我啲個。同
啊，那青年情商变到神仙了哈，要适应嘛。用班啊！哦，所以也基本上就讲吼，只能我只也无嘛脏啊吼。讲大家讲诶，因创对创啊，主题呢吼，因要先了解清楚，看迄亲国对创，也系夫妻之间的对创。像今日的歌啊吼，有夫妻对创咩？啊，那五讲啊，上山采茶啦，哦，然後呢，哦呀，然後呢，無關於乜嘅，就平常按你搞嘢嘅種，搞年嘅嗰種按對象，人滿博當典型呢，做唔得牽手牽腳，所以呢要注意一點嘛嚇。謝謝。金老師。今晡日穿係這項，我感覺呢個緊張嗬要表現出來哦，嗬，因為你長嘅時間，你嘅上哦，係講正經比來信上反而還幫你整個很大的加分，讓你加動到分嗬，因為從起來嘅感覺要你係流暢度。嗬，咁個 any 係講啊，嗬，從對唱嘅時間嚟表達乜嘅，就係歌中要戲中來唱歌，嗬，所以樣板表達呢，第一我感覺嗬。你算命算聽腳咧，好，所以變性什麼嘢愛會談你嘅世界咧，有動機，好，按樣興趣會變性乜嘅，愛談起來就係一隻當為配歌詞嘅兩位歌手，好，就係你嘅歌詞配到啱數，然當你嘅表現圖愛加分，它是加成的，好，唔過呢。梗係感覺就下少，嗬，就會下大上聽，加上來先生佢嘅上任按清涼，變成呢個緊張就當明顯，嗬，咁樣就會下大上，嗬，冇愛想講，運動入對唱歌曲嘅時間，呢個表現運動會很下好，會提高長出，好冇？好，是冇你。好，看本書。係陳偉強嘅分數。過分啦，哦，係啊，咁呢兩位嘅下禮拜啊，加油！啲爸爸媽媽要來。爸爸媽媽。下禮拜會來係咪？下禮拜爸爸媽媽。爸爸媽媽要來。哦，今年就來呢。你好，有看下老爺打擂台嘛？有啊。打禮拜看呢？哦，十萬磅天師咗嚟嚇。媽媽唔係嘅上副動獎呢，搭禮拜一做嘅上副動獎呢。係咪？哦。暗號，那拿到錢唔愛買衫哦。一秒媽媽。哦咩啊？今日比賽。哦。好啦，分享啦，分享哈，謝謝，要恭喜兩位哈，下一禮拜再變下嚟，好，嚟，準備當走。今日下禮拜嘅比賽係因為禮拜什麼見真章啦，哈，多帶慢一做的初上嘅避免再保位。係要肯考衝過朋友呢，還唔前報名嘅嗬，啊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2，等你一條天花哦。啊，所以各位平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係咪多謝辛苦嘅評審員長啊，主持人。什麼先生？什麼長先生？謝謝啊，加油！什麼小飄？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好，同時大家唔記得咯，下禮拜公益嘅時間嘅時間呢，老年大擂台。